20世纪金曲奖7月初6就会颁奖的客家天师对吉比喜事会推出内列报图，为带大家来认识一道客家音乐日。今日我先来认识的是对新中来的客家歌手王志贤同夹盘朱岳成。镇内暗湖拍两节吉乐团，用客话、河洛话来创作歌曲，反映出后生人的内心世界对故乡的动情的感情。接圈成发的创作方式，就受到今年金曲奖评审的肯定。体育奖专辑《进步的路》就入围的最佳演唱组合、最佳客语专辑同最佳专辑包装3项大奖。强松发条旋律，动身发的歌词，客家歌手王志贤、老夹盘的朱岳成，用三人对音乐动用热情，真的暗湖拍两节吉乐团，用客话、河洛话来创作，唱出村外打拼的后生人心肝头度面对社会现实的想法，要表达出对故乡动情的感情。这种专辑《进步的路》一下会将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、最佳客语专辑、最佳专辑包装3项大奖。礼拜入围金曲奖对印尼来讲是一动态鼓舞也好，就让我们觉得两件事情是做得继续做下去。不管有没有得奖，我们都一直在这个音乐岗位上面，然后做出我们挑战我们自己越来越喜欢、越满意的作品。对，你蛮有天分呐！哎呦，你当工读生太可惜了。主唱王志贤平常时声音的头路，朱岳成是音乐先生，陈发芳太太细细事情，主要是记到创作的灵感。亲戚朋友打在故宫的花，下摆唐多的公语，甚至是家属婆公关嘴的花语，就写做一条条好听的歌曲。因为俺失眠，长到东墙隔壁村的山手风有天，不过东墙又唔系。东神发嘅创作方式，各位杜方包含众多家乡嘅人文风情，含走等歌曲嘅意見，分別用客家話、河洛話來唱，用族群嘅文化特性表達出無共用嘅感情。對心肝頭度出發嘅音樂，都係相當中會有共鳴嘅原因。闽南語是要有一種海派、一種愧靠，然後一種大氣的感覺。但是客語啊，它客語要的是那種一種韻律啊，一種內斂的感覺。那所以我們在有一首歌叫做《無知》，我們特別是把一個就是年輕人那種逞強的心情，他對外面逞強的話都用台語來講，然後心裡內在捨不得啊，婉約的心情都用客語來唱。車幫插住個要練輕，我都歹歹去要裝錢來修理。一個勁創新挑戰新師傅嘅團體組合，希望未來啲音樂杜方加添含啊多樣嘅族群元素，邁向愛試看啊無共用嘅音樂風格，仲係用搖滾樂來同中國傳統樂器橫手結合，為創作表現出同樣無共用嘅風格，希望讓含啊多嘅民眾注意到無人音樂來聽到族群之美。客家新聞林建佑呈現咗台北報。